客庄小旅行的单元带您到屏东万峦。万峦有许多的名胜古迹，像是刘家祠堂、半月池，还有以前的学堂、观海山房，都保留了完整的建筑外貌。很多人前往朝圣，不但可以看到建筑之美，在这还可以体验丰富的人文历史。屏东五沟村的刘氏宗祠保存相当完整，是2堂4横的围屋式建筑，建于西元1864年。后面是有兼具有防疫的功能。如果说有人进去要拖要抢，它的街道它的小路多，只要里面的人一喊，他就可以把它瓮中捉鳖。彩绘浮雕，有的是祖训，有的是教育后代子孙为国效忠，坦荡荡。对外一定要忠诚，对家里一定要孝。宗祠内的横梁上挂有纸灯笼，这是客家传统的天丁灯，不只祈求全家平安，也希望子孙兴旺。巴洛克式的外墙有建筑之美，也有风水之说。官帽官印，期盼后代为官平步青云。是可以当官，像这边有一个官印、官帽，还有漆窗里面有那个竹子，还有瓶子，都希望他们能够节节高升，平平安安。以前五沟水的私塾是现代西圣路上的观海山房，目前还保留原有的风貌。西洋式的建筑曾经孕育许多客家精英。上面的那个老鹰呢，也是他们祖先教导他们的后代子孙能够高朋展翅。这是刘家所建造的宗亲书房。刘家为了回馈乡里，兴办汉学堂，也让当年的五沟水学风鼎盛。很多客家古屋的前方都会挖掘半月池，而刘家的半月池经过改造，现在变成了观光景点。但以前有功能性，也有风水考量。有防洪蓄水，一个不只是风水，而且美观。背山面水，风景宜人，经过整建，更成了五沟水的后花园。整个五沟水社区有人文，有建筑，就像一座生活博物馆。山峻水柔间，2堂4横的围屋建成了客家之美，和观海山房的西方底蕴激荡出学风兴盛的氛围。几盏天丁灯摇曳出五沟水悠然的感动时刻。